打鐵已經係一個式微嘅行業。雖然間鋪喺70、80年歲月都建立咗良好信譽，但係佢啲生意就大不如前。再加上兩兄弟年紀都唔細，體力同精神都走下坡，好多時都力不從心。我係30歲之前啊，30、31、2歲嗰陣時開始啊，依家84、85。我阿爸係中國嚟嗰陣時，係江西年嗰陣時出嚟呢次啊，係啦，然後就我哋接手嚟做咯。多生嗰時候都係大概50到60年嗰段時間啊，因為嗰段時間佢哋馬人有耕巴嘛，有種巴嘛，好多用到好多啲利器嘛。依家我哋係普通做嘅話，買多少新刀，大多數做嘅都係士用刀、鈎刀同埋呢個把冷刀，同埋嗰啲馬人用嗰啲鏟草刀，多數打都係把冷刀。菜刀都有打。有排吉隆坡嘅燒肉佬有同嚟攞過刀，唔係呢種平頭嘅，呢種都有，燒肉刀呢種都有。如果你哋下次路過，不妨去幫襯下，同時可以幫補些少佢哋嘅生計。